平安。大家新年快乐！时间到啊，咱陪伴咱的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请走吧。听着五摇花所欢喜的声，你着欢喜的心西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你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耳朵入伊的耳，就感谢伊耳朵伊的名，因为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心到万世代，将来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38首，何乐全能的主上帝。
来以阮兄弟，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咱的主，伊对圣神的爱，对在世马利亚之时，伊本定为咱来传播，也不是那个是来造福的义务，也是对信仰的办法，求伊大这里传那个地上的大名，也免对咱来信靠来信仰，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保卫，信徒的生活，罪的赦免，用对的话，以万荣耀。阿门。请坐。三个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54篇。启应文54篇，详细也是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善车的人真福气。忧伤的人真福气，温柔的人真福气，腰嘴大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福气，熬里米的人真福气，心清气的人真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福气。为了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福气。阿门。三个来祈祷。慈悲疼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伫创造世界大生就有定竞选阮，定到伫基督内面，互阮真多的囝儿，也为了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伫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这世间，为了要担当阮的罪，受最苦难，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佮对世人中告我，后见若信靠伊的人，无沉沦，得到赦免，称做义。佮想使阮有永远的活命，伫基督内面真做神创造的人。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何罗你。纵使阮的肉体也活伫这个世间，有冤也有犯罪，紧紧做歹，平淡行好，有多软弱甲过失，求主圣神来光照阮，怜悯阮，赦免阮，互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过。阮来恳求圣神来监督阮学习耶稣基督款式，顺服你的旨意，过新的生活。今仔日是2008年的头一个主日，阮正兄弟姊妹为着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谦卑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安立伫天里，教育阮。你的灵，互阮得到讨棒，通得到自由。恳求圣神即时帮助阮，脱去旧的人，心神换新，升起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你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有分伫上帝国的基座。今仔日我来举行今年度成选的长执甲团体首长的就任式，求主带领阮所进行的程序，拢会当平安顺遂，也通过阮的长执甲团体首长来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来服侍你，大家同心合一，推动教会事工，幸福福音归荣光互你。这时，阮也要为着牧师来祈祷，求主你圣神充满伊，赏赐伊有智慧甲启示的灵，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刺激阮大人的心灵，教示阮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通得到智慧的心，坚守所信的道理，过得胜的生活。当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主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成，引带阮今仔日礼拜对头甲落尾顺序正行，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
无来兄弟姊妹，无论是看病、倒伫床里，也是出外的，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扶持因，甲因相合伫咧。这是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撒旦离开这个所在，互大人专心致意注神听你的教示。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伫阮众兄弟姊妹。我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伫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这是我的念头。因为安尼，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受冤，恁若捌听见上帝为着恁所享受我恩典的这份，就是用启示，互我知迄个奥妙，亲像我已经有大略写的，恁读伊就会晓得，我知影基督的奥妙是前代袂捌互人知的，无亲像现今伫圣神启示伊遮个圣的使者、圣的使徒甲先知一样，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个身体，三甲部分是所应允的。我做遮个福音的采用，照上帝恩典的赏赐，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我是正圣道中上帝一世得到遮个恩典赏赐我，通将基督未切多得的富裕传予外邦，也互众人拢明白，这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放捌伫做万物的上帝，搭要对教会，互伫天里遮个办正事的有权能的，在上帝百般的智慧，照伊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踮伫伊，咱才会对信伊有好胆，搁下载来亲近上帝。以上愿上帝祝福，既然听见伊话，搁听呀。这时，咱来请圣歌队来合乐，因其他要合乐的是赞美伊大尊名。这时来请圣歌队。Oh
目，上帝奥妙的手法呈现，接下来请老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希望一个新的一冬，咱的属灵生命会当改旧换新。牧师对旧年开始，牧师的讲道拢是按照经课表所提供的这个经文。每一礼拜经课表会提供4段的经文，这4段经文分别是旧约经文甲新约经文。旧约经文会提供先知书，也是历史书，配合一个智慧书。意思是讲，你会看到先知书的内容，也是创世纪出来的内容来配合诗篇，也是箴言。新约的部分，经课表所提供的，我想真明显，就是提供福音书以及这个批示。牧师会研究这4段经文因共同的中心信息了后，才来决定这个讲道的题目。这个讲道的题目一直经文，嘛会配合咱教会这期来提供无同款的主题，一讲台顶来一只讲道加分享。牧师一今年的计划是甲咱的一寡中职做伙来安排一寡训练，来装备咱、造就咱来传福音以及侍奉的这个心智。一个新的一冬，牧师的讲道检采会愈来愈歹听，愈来愈深，愈来愈无法度得到恁的肯定甲学乐。安尼恁听有清楚无？无想要甲我应，伊牧师讲道会愈来愈歹听。即个愈来愈歹听的意思是讲，可能会较深，可能迄个方向甲功能目的是要甲咱装备，是要甲咱装备。有当时牧师会听到讲，牧师今仔日讲道真好，真感动。他袂讲安尼学乐，我心内是欢喜，但是我愈较愿意看到咱每一个信徒受装备了后，生命得到改变。这是我愈较愿意看到，我较愿意看到。啊，所以未来我会愈较感谢主，因为我讲道了后，绝对无人会来甲我讲。牧师，今仔日你的讲道我听了真好，真感动。因为我用意是要甲咱装备。就我讲道10几冬的经验落来，我的想法是，这个世间无上好的讲道这种物件存在，只有想要追求的信徒，无上好的讲道，没有最好的讲道，只有愿意追求的信徒。咱若是无追求的心，就算讲一冬内底，把一本圣经看好了，检采迄就是一个例行公事，把一项代志做好了。纵使你若是有追求的心，一礼拜内底一段经文，保证你让得到真侪亮光信息甲感动。未来牧师嘛要一周报内底提供顶礼拜的讲道，咱现咱的周报，敢有顶礼拜的讲道？拢无对无？牧师的用意，一方面环保啦、环保啦，因为咱的周报实在愈来愈高吼。另外一方面是要互咱专心，一个礼拜的中间，会当互咱专心用心来做笔记，配合咱经课表的这个经文。牧师安尼目的是望咱伫拜三周间的小组。每一个信徒，让咱踊跃起来分享，你的感动。我说望一小组内底，毋是刚好丢了即事一遐哩分享。我望咱每一个信徒，让得到造就，得到装备，一小组内底踊跃来分享。这个礼拜开始，请问咱即日啥物款的教会的节期？主显节，顾名思义，这个主显节的教会节期，伊的目的甲功能，是要互咱通过一段新约福音书的一个故事，来看起耶稣基督的性质。咱会记得东方博士来了解耶稣安尼的故事无？东方博士朝见耶稣。咱
咱要对这个东方的朴素来雕摆这个婴仔，也是讲囡仔的耶稣来明白讲，耶稣就是上帝伫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迄位弥赛亚。至于耶稣，伊就是要来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这位耶稣，伊是万国万民独一的君王，伊是弥赛亚，伊是救主，伊是独一的君王。咱个当来看去讲，这个囡仔的耶稣，伊必须要通过约瑟甲玛利亚幼稚的面来大汉。我要问的是，咱咧饲囡仔，敢有简单？相信在座做爸母的绝对拢会摇头。饲囡仔无简单，你若无用心来照顾、引带教示，伊敢有法度安尼好好的来大汉？敢有法度？无法度啦。所以今仔日囡仔的耶稣，约瑟甲玛利亚若是要来幼稚照顾，请问耶稣会自然大汉吗？咱毋通讲因为伊内在有信心的充满，所以毋免食、毋免困、毋免啉，就当大汉。对安尼咱看去讲，耶稣基督，伊确实就是道成肉体的上帝，他确确实实是完全的人。伊确实是道成肉体的上帝，伊有人的肉体，伊有人的性情，总是伊内底有完全的心性。完全的属灵，这是牧师头壳所讲的，拢是神学上的知识、神学上的知识。咱知影讲伊是弥赛亚，知影讲伊是救主，知影伊是君王，知影伊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总是咱知影这个神学的知识了后，咱接下来才需要得到操练。知影这个神学知识了后，需要啥物操练？咱就要更加继续来明白耶稣，来尊叹耶稣，来学亲像耶稣。第一，啥要倒来继续来明白耶稣？敢有人讲，敢有老师讲，你4本福音册拢看了，所以你一定完全明白耶稣。敢有人有安尼自信讲，我完全明白耶稣？头壳老师讲，耶稣就是道成肉体的啥？道成肉体的弥赛亚，道成肉体的上帝。意思是讲，你若是无法度完全掌握，无法度明白上帝的话，你就无可能完全来明白耶稣。所以第一个爱操练就是求信心帮助咱，会当互咱继续用谦卑的态度。读圣经、基督灵修来明白主耶稣基督，以及上帝通过主耶稣要伫这个世间所完成的这个奥秘，这是第一项，要继续明白耶稣。第二项，咱来尊叹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伊是这个世间独一的主宰，是上帝伫旧约的时代通过先知所预言。收束予世间的这个君王，这个弥赛亚君王，伊公义、公平、正义的统治，要来吸引万国万民三甲组织，彼此合一，用和平来相款待。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通过这位基督的君王，互万国万民和平相款待，三甲组织用公义。公平来相款待，来敬拜上帝。总是咱来想，上帝要完成也是实现安尼旨意，需要偌久的时间？咱敢有咧看新闻？咱若是看到国际上，敢是有达甲佬继续有族群中间的纷争、战争？伫迄个中间，你敢有看去公义、公平、甲和平伫迄个内底？若无的话，是要互万国万民白白享受着和平，享受着正义，享受着公平。无享受着这，你是要安怎叫伊三甲组织来敬拜上帝？所以今仔日，咱为着要互万国万民白白来敬拜上帝，第一项代志对咱基督徒来做起，
咱来将咱生命的主权交予耶稣，令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王。世界大家乐的代志，咱无法度管着，但是上至少对咱家己来做起。这是第二项，爱尊盼耶稣。第一项明白耶稣，第二项尊盼耶稣，第三项爱学亲像耶稣。耶稣基督，耶稣君王来到世间。我要讲的是，耶稣来到世间，伊捌讲一句话，伊讲伊来，毋是要互人服侍，伊来要安怎？要服侍人。一个坐伫天顶的君王来到世间，伊毋是要继续做王，互人服侍，伊是取奴仆的形象，来用公义、用疼痛来服侍这弱势的人。这个君王，伊嘛为着要救咱每一个人，为着咱的罪，去互人钉伫十字架顶。当伊伫世间服侍的时阵，无人会称呼伊做王。只有到一个时阵，人才会讲啊，伊是犹太人的王。啥物时阵？一十字架顶的时阵，人才用讥笑、用侮辱的方式讲，这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耶稣的十字架顶面有一块牌啊，写啥物话？犹太人的王。世间人既然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上帝赏赐予咱的弥赛亚以及君王。总是耶稣自头到尾无怨言，因为伊来就是要用君王的身份来服侍人。耶稣嘛毋是只有犹太人的王，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君王。耶稣伊正做奴仆来服侍人，嘛正做保罗服侍众人、服侍教会的款式。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底，保罗用两种的身份来自我介绍。咱来看第3章第1节，保罗安怎自我介绍？伊讲伊安怎正做耶稣基督的啥物货？囚犯，成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被关的。咱看到第3章的第7节，保罗伊个安怎自我介绍？正做福音的啥物货？车用也是讲奴仆，伊是囚犯甲车用奴仆的身份来形容上帝交代予伊的任务。同时，伊嘛假是信徒，教会存在的目的甲功能是啥物？教会存在的功能甲目的是啥物？咱手头有圣经的话，咱做伙来读第3章第10节到12节，第3章10节到第12节，咱做伙来读，请。我头讲手头有圣经的话啦吼，不过恁拢无额头，拢摇头。感谢是天顶的即个教文啦吼。通过教会即个世间的君王甲领导者，要来明白上帝的智慧。啥物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啊，毋过咱头仔读到的经文第10节，伊讲，互安那？咱来看第4节。互天灵者会安怎办证书的有关联的，确实是天灵，确实是天灵。敢会记得牧师进前有讲过，耶稣保罗这时代，当时的罗马皇帝拢讲因互做啥物货的化身，安怎神明也是希腊神明的化身啦。所以这段经文讲天灵者会办证书的有关联的，讲的就是啥？罗马帝国才的皇帝啦，所以保罗写讲，要互这个天界的统领者、管理者，这个世间的君王、世间的领导者，要通过教会，看起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公义的治理，一定实现啦。耶稣基督是教会内底
公义的治理是现啥物代志？是现公平、正义、甲和平，充满伫即个教会内底，人人拢享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以及和平的相款待，做伙三甲组织来调祭、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即个世间的君王拢无完全，甚至拢有济济需要。所以教会存在功能甲目的，就是要互即个世间的君王看起教会内底公义、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已经实现了。要互世间的君王看起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彼此和平合一来相款待，互世间的君王通过教会来看起家己的统治，才有带来和平，才有带来公义。带来正义。不过，咱看起讲，保罗为着要传一个上帝听世间人耶稣基督救恩，平平要分予每一个人的这个福音，伊甘愿去互人掠去关，伊甘愿伫福音内底做上细汉。保罗伊伫写予腓立比教会的批信内底，伊有安尼来自我介绍。牧师直接邀请咱。摕咱手头的圣经，咱来献到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腓立比书就在以弗所书的后面那一本书，所以咱往后壁献几页就到。腓立比书3章5到6节，腓立比书3章第5节到第6节。还着咱做伙来读，用和合本国语版本来念就好了，请。我以大愿受得你，我是以色列主，天然之爱人，其实爱人，我是爱人，就以他说我是他爱人，就对人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以他人说我是无人之爱。我要讲的是，保罗一节背信内底，徛伫犹太人中间。这是一个真骄傲的自我介绍，这是一个很骄傲、很自高的自我介绍。总是咱去看起一个血统遮尔啊纯正，进入法律面头前无通嫌的法利赛人，伊却选择为着要互外邦人平平会当得救，伊来做耶稣基督的囚犯，互人掠去关。伊为着要互犹太人以外外邦人会当入捌即位基督君王，伊甘愿成做福音的车用、福音的奴仆。保罗伊是安会对一个血统纯正的法利赛人，成做一个愿意服侍外邦人的一位福音的车用？迄就是因为伊受着信心的光照，伊的生命得到改变，成做转化。保罗就是因为伫信心的光照下面，伊生命得到改变了后，伊渐渐来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弥赛亚，就是要来世间的君王。所以伊渐渐明白主耶稣基督了后，伊顺探主耶稣基督的差派，伊顺探主耶稣基督的差遣，伊将福音分享予外邦人。伊嘛学耶稣基督奴仆的款式，伊用奴仆的款式来传福音。这位保罗，伊无阁因为伊的血统、伊法利赛人的身份来骄傲，伊颠倒来改变伊家己。所以对保罗的身躯顶，咱看起一件代志。咱今仔日要出去传福音，总是传福音进前，咱的生命敢有需要得到改变？敢有需要得到转化？敢有需要得到更新？所以伫传福音进前，咱必须爱先经历这个物件，先互信心，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甲转化。牧师一升学院1年级的时，升学生必须爱去见习，见习啦吼。这个见习甲实习有啥无共？实习就是升学生会分配着可以工课。啊，这个见习是安怎？用眼睛看见来学习嘛。
意思讲，见习的新学生，敢有需要分配着工课？唔免嘛。所以我着用极轻松的态度，军队迄位学长去到建设的教会，只遐要来学习。总是伫建设的第一天，这位学长带我去甲即个地方教会牧师要来实习的时，这牧师伊的眼神真来，一直甲我看。第一句话，伊甲我讲：“陈某某，你会晓啥物？陈某某，你会晓啥物？你会当为教会付出啥物？你会当为耶稣牺牲到啥物款的程度？”第一句话就甲我讲遮个，我真戆影，我伫当下毋知影要安怎来回答，甚至我心内真无爽快。我心内真无爽快，我不过是来见识尔。你是要甲我挑战遮个话？不过我犹原用真勉强谦卑的态度讲，无啦，牧师，我只是来见识的尔啦，我只是先学习。总是这个牧师甲我回答讲，你要学习到啥物时阵？你是要学习到啥物时阵？后来伫神学院继续受装备造就的过程中间，渐渐来体会，渐渐来知影讲，来认同讲，这位牧师当初时所挑战我的话，无毋对。咱若是无学习付出，无学习来服侍的话，咱真正毋知影家己的欠缺甲需要。咱毋知影家己的欠缺甲需要的时，咱就毋知影家己应该爱学习啥物，装备啥物，造就啥物。保罗伫信心的光照下面，生命得到改变。伊顺服伫耶稣基督的呼召，伊学耶稣奴仆的款式来服侍外邦人，将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要甲万人好好的好消息传互人知。既然保罗是要传一个上帝要甲人好好的这个好消息，伊家己就要活出这个好消息。这个原底当骄傲，摕血统甲法利赛人的身份来骄傲的犹太人，伊无搁靠外邦人或者拉萨，伊愿意来接触这个外邦人。一批信内底，咱嘛看去讲，伊常常苦劝犹太人爱主动甲外邦人好好合一，用和平来相款待。既然教会存在目的甲功能，是要互人看起基督君王公义，伊的公义充满伫教会内底。既然教会的功能甲目的是要真做互人欣赏的一个所在，因为这内底有和平，有相听。那安尼的话，人必须爱做改变。咱以一位信徒必须爱改变，咱来通过认捌主耶稣基督来改变，咱来通过顺探主耶稣基督的车牌来改变，咱爱通过学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改变。咱若是无照这的改变，教会无法度来吸引人，教会无法度吸引人，咱就无法度完成上帝交托予咱的旨意，互万国、万族、万民三甲组织，用和平三款待来敬拜上帝。咱嘛无法度将荣光归乎上帝。咱做来读今仔日的经文第3章的第9节，第3章的第9节。咱做来读，请。这个奥妙是啥物？这个奥妙并无讲这奥妙嘛无困难。这个奥妙讲的就是上帝要予世间人的救恩，上帝要甲人和好，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实现。上帝救恩要分享给犹太人以外的人，这是在超越犹太人的想象甲认知。嘛是犹太人无法度接受的。犹太人认为讲，上帝救恩、上帝恩典甲荣光，
只有属伫犹太人，无属伫外邦人。总是今仔日通过批示内底，咱看见这位血统纯正的法利赛人保罗，伊愿意做改变，伊愿意成做福音的车用、福音的罗布，伊愿意为着耶稣基督去互人掠去关。今仔日就是因为保罗伊的性命愿意改变，所以今仔日咱才有这间教会。就是因为保罗伊性命愿意改变，今仔日咱才会当坐一遮。就是因为保罗伊性命愿意改变，咱才会使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早前有人的性命愿意改变，较造就未来遮尔侪人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今仔日即个要互万国万民三个组织用和平三款待敬拜上帝的即个使命，照常交托伫咱的教会内底。牧师要问的是，倒有偌侪人还未明白主耶稣基督？真侪人嘛，对无？总是早前因为别人的改变，咱会当得救。今仔日咱敢有愿意改变咱家己，互别人得救？咱敢有愿意？有阿门无？愿上帝帮助咱，大声对咱的教会来做起，互耶稣基督君王以公义公平的统治充满伫即间教会，啊，互基督君王和平的统治充满伫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声用三听合一甲和平来相款待。最后，咱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用罗布的形象来服侍遐个明白啊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受着你的呼召，每一礼拜都当来到教会，通过礼拜，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福分。阮一个礼拜内底，得到你属灵的友赐。阮平常时心内的挫折、忧伤，主上帝，阮拢有当通过礼拜来得到祷放。阮拢有当通过主上帝你的话，通过灵修甲祈祷，得到你的安慰。总是主，是台湾即个岛屿，即个国家，都有侪人也毋知影即个福音，毋知影即个好消息。主上帝也求你怜悯阮，怜悯阮的教会，检查阮的教会无法度去引人，检查阮的教会也未顺服基督君王的治理，检查阮的教会也未将性命的主权交托伫你。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教会大声活出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尼境界，来吸引人。也愿主，互阮每一个人合适你的圣囝耶稣基督罗卜的款式，为着福音的缘故，愿意付出；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来牺牲。愿主上帝，你帮助阮活出罗卜的款式，来服侍人，来因为阮性命的改变，互愈较侪人来得救，早早来完成你交托教会的使命，互万国万民三个组织来敬拜你，将荣光归乎你。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咱们继续来吟诗，圣诗505首，圣诗505首，我要重拾。请
请起立念全首。请坐。下面要来举行就任式，来，请牧师。大省咱要就任是长老2位，我来读伊的名吼，叫伊名跳到头前。陈建州，李文贵，请来头前。这碟小会奉三位体上帝名组织，要来奉立陈建州、李文贵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个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治理的长老以及侍奉上帝的话的牧师三个来管顾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忍心的，教育少年，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一个信仰，也做信徒的模样，搁受交托来代表东会，来副中会、总会来导牧教会发展。这时，牧师要来引带建州甲文贵要来誓约，担任要领受长老的职务，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恁的召命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职务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地国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桃园堂会的长老，是着尽忠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荣光上帝。你有信实
遵安尼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做伫上帝的话，又愿意含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时，请咱的会友请起立。当咱的教会通过选举，恁已经有根陈建州、李文贵做恁的长老，你有信心、欢喜，因也无。因照法度来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来承受甲顺叹。你有愿意要来顺叹也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来着磨，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搁较尽本分来尽即个长老的即个职业。你有要安尼来协助因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顺序，彼此若是有失错，应该通知，互社会说法，毋通世界保佑，直到妨害大局。你有要安尼做也无？会众请坐。这是咱已经通过长老的誓约，以及甲咱会友的誓约。这是牧师要来为因来按手来祈祷。但是咱请陈建州。愿主耶稣基督君王的素质，以及罗卜的款式，伫你的身躯顶来显明。愿天父上帝的慈悲、疼痛，加做你内心属灵生命的性质。也愿主信神的相通引带，互恁愈来愈圣洁，成做合主心意的人。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君王的素质，以及罗卜的款式，会当显明伫你的身躯顶。也愿天父上帝的慈悲疼痛，成做你属灵内在的即个性质。愿信神的相通引带帮助你，会当愈来愈圣洁，活出上帝所合用的即个款式。对即世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灯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桃园灯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即个职分是照规矩来交托伫恁。当信神有奉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来监督因，毋通出伫勉强，是着遵欢喜的意思来做羊群的即个款式。当恁安尼服侍了后，一大幕者显现的时，恁就要接到即个至阳光的即个冕旒。阿门。此时，咱请小学员出来接纳陈建州以及李文贵，成做咱教会的即个长老。好，来。
荷兰所有华乡华地。这时，咱要来举行这个祭祀的这个就任，咱请黄传俊、刘泰山、赵美珠甲陈柏远来出列。传俊兄弟，来先面对我。还没有要介绍啦。这时，小会奉爸囝信息的名，要来组织设立黄传俊、刘泰山、赵美珠、陈柏远来做教会的祭司。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来经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会当专心侍奉上帝的话以及圣礼典。这时，要来甲因誓约，当恁有要领受祭司的职分，恁有确信讲这是上帝对恁的呼召也无？你有愿意做桃园教会祭司，就爱忠心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有要安尼做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以做王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主耶稣基督来设法。你有要安尼行也无？恁敢有肯含服台湾治国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矩也无？这时，请会友起立。当咱教会通过选举，恁一定有经黄传俊、刘泰山、赵美书、陈柏元来做恁的祭司，恁有心实欢喜来接纳也无？因替恁来办理教会的事，恁着尊重因、疼惜因、替因祈祷。你有要安尼做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顺序，彼此若是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介妨害教会的大局。你有要安尼做也无？这是牧师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的小会官兵，设立恁黄传俊、刘泰山、赵美珠以及陈柏元。加做桃园东会的祭司，煞通互正会友来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伫恁的。当恁受设立加做祭司，要来协助牧师甲长老，要遵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阿门。会众请坐。好，请咱的祭司会当向后转啊。请咱的小会员、咱的长老来大用握手，来大用接纳。接
咱要来举行团契首长的这个就任。这时，咱请相连团契晋升省略李庆忠副务团契黄文光，都有妇女团契简秀柱、夏青、林嘉文、狄胜甲、刘明洲、姓歌队刘泰山、敬拜儿乐王派一、妈妈合唱团邱慧玲，这个桌球社柯明伟以及花艺班李正义。好，这时咱大先要来誓约。你有接纳教会所担负交代伫恁的职务，成做团契首长，你有相信讲这是上帝对恁的呼召，也无？恁领受这个职务，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做王，来尽恁的本分甲职务。你有要安尼做也无？即时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长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正做本会团契以及小组才会首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所想，常常关心所交代伫恁的这个职务。尽力伫主的工来荣光上帝，阿门。好，来当向后转，小共款，咱嘛请咱的小学员来当握手，甲因接纳。我想今仔日不管是红日还是就任的这个大合照，我想留伫整个礼拜结束，咱才来照好无？好，咱才来翕好无？好，好咱的这个就任就到这告一个段落，接续咱要来举行这个圣礼典，这个圣餐食。大先，咱要领受耶稣基督的体甲杯进前，咱献开咱的圣诗355首。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体甲杯。咱坐咧吟，咱来吟专首来陪伴心。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阮我的人决断袂喙焦，信我的人永远袂枵。就阮我的人，我绝对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咱嘛向边仔人讲，愿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保罗安尼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刷接来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过来。当主耶稣叫人卖的迄暝，又提饼祝谢。即时咱也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是领受饼甲杯进前，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得伫你面头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下，会当伫信仰的下面。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下面，会当互阮通过饼甲杯得到属灵的培养，会当伫你的恩典内底来成长、来大汉，通好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兄弟姊妹，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咱大概食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拍破的。咱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长老。当咱摕到饼的时，咱用这个饼来思想，一个伫天顶的君王，伊愿意为着咱拍破咱的身躯；一个天顶的君王愿意来到世间，成做正人的奴仆、服侍人。当咱摕到饼的时，咱来思想，咱敢愿意拍破家己？改变家己，更新家己，取奴仆形象来服侍人。当咱摕到饼的时，咱就安尼来默想。
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坏。咱每一届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伊的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当咱摕到杯的时，咱来看这个杯内底葡萄汁，来思想，咱每一个人伫耶稣宝血的裂坎下面，得到上帝听甲接纳。总是咱敢有因为这个宝血裂坎，搁较去疼别人，搁较去忍耐别人，包容别人，接纳别人。当咱摕到这个杯的时，咱来思想这个宝血裂坎是咱生命的意义。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咱每一届食这个饼，
啉这个杯，是要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角伫地。咱嘛向边的人讲，愿基督的平安，甲你三角伫地。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倒一摆通过圣餐，通过即个饼甲杯，来反省阮家己的属灵性命。通过即个饼来孝上主耶稣基督，你肉体的拍破。通过即个饼，阮看起你君王的形象，来到世间，却真做奴仆。来服侍人，通过这个饼来反省家己，到愿意来改变家己，来转化家己。我嘛通过这个杯来孝念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裂坎。通过这个宝血裂坎，阮得到主上帝你的疼甲接纳，总是伫这个裂坎的下面。阮敢愿意用和平、相听的性情来相款待。阮敢愿意一掠看安尼稳定下面来忍耐别人、接纳别人、包容别人。愿主上帝，你通过这个圣礼典、这个圣餐，互搁一摆来反省家己的信仰，互阮的信仰得到更新甲改变。愿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举行奉献。这时，咱要请秋信执事甲依林执事来示献。会长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咱把今仔日金句。我先读一摆，大家对我读两摆。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个身体，三甲有份伫所应允的，以有所书3章第6节。对福音行做护士，行做一个身体，三甲有份伫所应允的，以有所书第3章第6节。过来一摆，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个身体，三甲有份伫所应允的，以有所书3章第6节。请大家掀开周报第1页。顶周的聚会情形，请咱家己参考。下面即个服侍人员，咱即个服侍内容有摆伫遮。咱有排到服侍的人，请咱大家来注意备办心。第2页，周间的聚会情形，请咱大家参考。下面的教育部课程，咱有排课程遮。咱看咱有大学生会当的来尽量来参加受造就。掀开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即个周间拢有聚会，请咱大家来周群来参加这个小组。第4页。教会小组大道事项，这样大家来看。第7页奉献的明细，咱大家看老电台的所在，请咱按中集来提出见证。来消息报告第8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有举行圣礼典，拄则有举行新任的中集甲团契省长的就任式。不是现在颁发那个。对对，咱有2位，即个退任的长老满70岁，咱即时要来颁奖予因我来叫你名，请咱头前，庆祥长老，甲家庭长老，请咱头前，好。70开始，无退好。贾珍长老有备而来。有影吼，时间过了真紧，一万米久吼，我对少年就变老人吼。伫教会50几冬啊，若毋是上帝恩典吼，我嘛袂当伫桃园教会徛起到孙嘛。除了感谢上帝恩典，感谢教会兄姐听读，我都嘛上爱感谢的
是阮的福林人。我当迄伫教会吼，徛去遮久，来为教会服侍。啊，若无福林人的好处，为我照顾102位老母，我确实无时间会伫教会做啥物代志。有影，这是我对阮的太太吼，苏丽丽，迄种我的感谢，谢谢，谢谢。来，刷一下我继续报告哈。啊，连面的礼拜刷，请咱新任的同工、退任的长老甲小会员吼，再来翕相。1月份的1月中级长老是于志平长老，啊，执事是黄文光，这是拜六。啊，礼拜甲刘廷贵执事吼。下面咱要来举行1月份的生日，这名单。我卖读啊，吼，啊，大家来看，啊，若有名的来头前来，来庆生。你若是1月份生日，啊，名单顶悬无你的名，照常会当出来吼。1月份生日，啊，可是名单没有名字的，没有关系，照样出来。1月份的生日，拢通来头前。祝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阿门。祝你生日快乐！我继续报告。连续礼拜三要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中昼12点半是6楼的办公室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下晡1点，伫7控的会议室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参会。合会手册资料需要补正的，请各单位今仔日下午5点以前交予办公室。后礼拜后主日中昼12点7控的教室要召开团队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中昼12点半伫7控的会议室要召开2018年的合会手册第2摆的照稿，请各部的负责同工出席。后礼拜下午1点半，伫7控的会议室要召开1月份的定期点击会，请中级来出席参会。会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参会。消息的报告，头一项，2018年的1月到3月，新安宫的读经纯正的信心，但已经到位了，啊，请咱会友来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二项，今仔日开始示范班
有开即个8月2的课程啊，课程是张老来主理的。时间是每主日的早起时8点到9点，8点半到9点半，伫7控室教室。欢迎会友来报名来参加。要报名去办公室报名。来先开第9页，第3项，活泼的方式来认识新旧约圣经，要开始接受报名。3月13到3月17。这个报名费是600块。若有兴趣的人来这个办公室报名。第4，长老教会，咱教会有要来征求一位总务干事，咱请有学习的人，有适合的人，请咱来建议爱备办这个简历来寄予咱办公室来面谈。第5项，社区妈妈合唱团对1月18，明仔载开始。每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伫8楼的8A 教室上课。这详细都伫公布栏有公布，请咱大家来参考。教界消息，第1项，2018年凌晨升成教材研习会，地点伫北部场，伫北部场的是2018年1月13拜六，早起9点半至济南教会。1月70截止报名，费用是300块。详细伫4楼的公布栏，请咱大家看。下面这无污点的吼，我来省起来，大家参考。来看这个具体消息，第11页。全家达兄弟的家属，来感谢教会牧师甲中级兄弟的协助、安慰者甲带导。个别礼拜一切拢顺遂平安的进行完成。即时要来甲咱致谢。全家呢，叫所有来哈，请起立。好。好，请坐，请坐哈。第2项，本会赖姓平兄弟伫12月27日蒙主温调，定正月13拜六，这个拜六要来举行个别礼拜，请咱注意这个时间。第1项日条礼拜甲会法礼拜拢伫殡仪馆怀德厅吼。个别礼拜是下午1点伫咱教会本会甲安葬礼拜吼，请咱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来配合，踊跃来参加吼。赖姓平兄弟是咱教会吼。真侪事工啦，咱真甘心吼，真感恩。那下面吼，这个图属合作社伫今仔日中昼12点，伫7控的会议室，要来召开合作社的理监事会，请理监事来准时出席。以上下面附属报告甲介绍新的人吼。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牧师要来直接补充咱头第9页有讲到的第3点。活泼的方式，认捌新旧约圣经的这个由衷，牧师会甲教育部，也是讲传道部做伙，要来这个召开对咱小组的训练，也是讲这个查经班，会办一拜日的时间。总是咱看去讲这个活泼的方式，认捌新旧约，是伫拜六的时班。牧师直接来邀请嘛，呼吁咱做伙通过这个活泼的方式来认捌咱的圣经。直接牧师来咱邀请。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倒来头我看到第10页，毋望咱继续为着关守者、加达兄弟因的遗族，继续来为因关心、甲带导，来安慰因。倒来的即个拜六，即个信兵兄的告别式，等等遮的丧事礼仪，牧师嘛有一张 A.M. 来教导阮的青少年。怎样通过这个个别的礼拜来陪伴即个忧伤的人的中间？因为咱知影讲信兵兄的囡仔建成是咱青年牧区的即个辅导建议，嘛是青年牧区有真好的即个陪伴甲服侍，所以我邀请这个青少年学习来陪伴伫即个忧伤内底，遮的同工甲朋友，甚至是咱的辅导，毋望咱兄弟姊妹后礼拜六下晡。会当拨出时间，做伙来陪伴，咱做伙来，做伙来丢伫知影安尼的代志。以上补充报告。还佫一项要补充报告，头一项是教界消息，咱本会李庆章长老是正月初8要参加北大阿卡小组的会议，请咱大家为伊带导。第2项，成立中会常年部。
有这个土耳其的灵修之旅，时间是5月2到5月31，拢做为11天，团费是44,800块，定金是15,000。若要报名的呢，你请将长老来报名。以上。下面来上映396首，396首，打要散会求主祝福。来，请起立。大悲山会求主祝福，我愿心中上快乐。大家给人前来辅助，欢喜跟对主卡波，对主卡波，对主卡波，天归空呀主作乐，也跟官兵归主性命。做万心之面行行，水在我所属的事情，几个为主最坚定，最主坚定，最主坚定，无论哪去最肯定，高的魂天对我最起，所修灵魂那给你，我最先寻求主帮衬，那多那在滚落下，滚点无限，滚点无限，不能将我空世间。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愈来愈活出基督奴仆的形象，愈来愈互教会充满公义、和平甲疼痛，互愈来愈侪人进入伫教会，将荣光归乎你，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祝歌。
地狱灭岛。好，请咱起立来行平安礼。哎呦，新任这会长吼，甲